那么历史遗产你咋不带？就上面挂边画画，为啥这是你乌啥白去挂边还是我那么别个在地话晒个胡啦咯？乌啥哩有在接打嘛？古头他妈我那波别把嘛他妈俺们接打咯，那波他妈呀，那么别个把咱那么别个乌啥哩个打嘛？那波俺咯，我嘛不都有那波他妈的那么我有呢，咱们那个咯别晒个你下咯，你有那波他妈的接嘛我那点啦，乌啥你了嘛俺嘛？明年换你了，加古瓜有那么面了，阿里嘛面呀面嘛，我们呀有的晒我煮晒有了我嘛不多明年瓜嘛头嘞是那嘛他妈面一个他家水花加古他妈那嘛面一个他家有的你嘛做了我，乌啥嘞苦大嘛对就瓜别还也都给呀我么有困难瓜你嘛接都么也都给呀我嘛不多头嘞嘛给也那么别个明年瓜。把家嘛啊，他不得有呢，那角度嘛啊，妈咪家怕过阿里不打路别白的呢，他嘞把家嘛啊，他不得他那角度，他嘞那角他呢，侬角把嘞脚嘛啊，侬把家往我别白打路，我嘛不都有呢啥么嘞，乌啥白去呢，有阿娘把家娃子，乌啥白去有把家呢，有别我喊晒我皮啦咯。花骨头刚俺们晒完皮了咯，花骨头刚俺们阿里边那哈晒完脚呢，花骨头晒完脚了，你嘛晒完脚了，都是脚光俺们去接嘛都是脚头嘞磨了我嘛不懂，乌啥白去过有阿娘把家娃子，嘛鸡嘛家过过，嘛鸡嘛腿是下腿嘛我呢，有呢多他那脚别晒给你下咯，推了些把家嘛，他妈瓜边那干嘛瓜边可有干嘛瓜边晒白呀嘛，妈咪头瓜不打嘛，拉错提有家过瓜边晒给你下咯，一年阿妈阿罗别白他娘烧炉瓦地阿罗，烧炉瓦地他妈娘乌啥嘞？一点瓦地你过瓜面吃面是个我就个当阿面，一瓦乖瓜。锅里也不，炒食不拉是得了块啦，他一就是呢，你嘛家的他单位他们家，都拉是得了块了，他那得了块他么，那木瓜瓜怕不，咱们两个人阿里米多干了，别白他家，单位他家一碗一亩，白是呢米多干了，烧炉他家阿里比米多干，一多别干他，我嘛他一把这个他一年嘛我哥哥是，一直嘛别白他家，一年。一旦呢，我三年没到个到，我第二个个个到俺们，是嘛俺们单位但一晚把嘛提可把这个呢，一亩把嘛提可把这个呢，一年嘛我够付干嘛我别，花嘛一季月多了是面多是呢，谁那么别个他嘞一五多了了，一提自我他嘞，一旦我啥苦大嘛对着我一嘛对，我第二个我一直嘛你打，听你单位的谁都嘞一叫嘛不多，一直我嘛呢多么米多嘛叫我别。一开始都这样咯，我嘛在有呢，咱们都带速度也来，你有可能我这里嘛给也那么别个，是嘞嘛俺嘛拉出去了白那么我嘛在呢，有呢，一旦这里白呀嘛他们呢。那得可呀嘛的提了我嘛不懂，提了是别个，有呢一句他个么，有的我啥苦大嘛对着过来对别，提了对别晒给你下了，那把你意思的不嘛，一直没过别我啥好多了是看那么对的啊，我那俺们一晚没讲过结束，我吃怕吃你有苦难我别吃有呢。嘛鸡嘛多的嘛白富个呢，一晚上把这个的呢，乌啥白他嘛白去过嘛，但一晚上米是呢，我嘛鸡嘛多过嘛，但可有干嘛不多，你嘛多呀咯，你嘛家呀都嘛皮巴拉白是呢，一晚上10年我就是呢，10年我许多个呀咯，乌啥对就我别哈也都个呀咯，我嘛不多，你家米推你有推你习惯别有呢，咋子嘞？我是呢有呢，咱们嘞么？有的我啥苦大嘛对起过来都啥嘞？我嘛别个晒我那嘛带来有哪嘞？有别个么？几个嘛叫嘛晒吧也那嘛，你嘛做也那嘛，这里时代有呢，他那做嘞，我是呢，我啥苦大嘛对起过对吧啦子？我啥嘞弄得个大嘛来说，我过去对的过对吧啦子？就我去我过去对吧啦子？看到没有过对也把那嘛要求看嘞吧不那边。皮拉子比我三年里瓜比晒娃够富啦咯，就是在韩国晒娃娃子。